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去嘉义县视察，支持地改场设伫嘉义，要来提升产业甲观光。嘛答应讲，人力甲经费这部分，政府拢一定会斗支持。所以我支持茶改厂的总厂到嘉义来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表达支持甲协助的态度了后，大家做伙拍步啊。为了了解地业改良场总场要签署来嘉义的计划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番路了解规划的进度。站在行政院的立场，我一定照顾地方。我嘛知这方面，但伊相关的水土保持要甲做好，相关的路径要甲保好，相关外国企业要投的要甲挡掉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嘉义山区除了大阿里山地区的高山地，阁有真侪品质真好的咖啡豆。地改场的成立，会当提升在地产业和观光。像我们要学习啦，小孩子要学习，可以到茶改厂这边来了解一些制茶工艺啦、管理工艺。苏贞昌来到嘉义县视察，唔但同意协助当地的高分车连接高铁甲故宫南园，阁到山区来协助地改场的签署。县政府除了表示感谢，嘛希望透过中央政府的支持，会当加强嘉义县观光甲地业的竞争力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